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4，旧历的4月22，礼拜四。咱的乡亲若是有受到即届新冠病毒的影响，房屋的贷款、车的贷款，或者是信用卡等等的费用纳袂出来，金管会讲会当互咱延到今年的年底才来纳。这个措施，所有的银行拢适用。也毋过专家嘛来提醒，咱一定要主动去银行提出着申请，袂当安尼无讲安怎，就直接无来交钱。安尼是会去互银行认为是恶意欠销，影响到个人的信用。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，金管会宣布，若是还款有困难，信用卡款项，还有厝和车的贷款，年底进前交就会使啊。我本来是到7月底为止，那现在可以展延到12月底为止。金管会主委郭立平表示，信用卡费用慢缴的期间，银行未收违约金和循环利息。如果是厝或是车的贷款，即类个人贷款，等年期间，银行嘛未收违约金和利息。目前房贷利息上悬是1.8%，车贷利息上悬20%，信用卡循环利息上悬15%。而等年期间，这利息嘛拢免缴。但是如果若是真正要较慢缴咧，信用卡费用和个人贷款，拢要主动向银行申请。那民众记得就一定要先去向银行申请，而不是自己就自动不缴了。他如果不申请的话，银行会视为就是这个该缴进来的信用卡费没有缴，也会影响自己的信用分数。另外，金管会嘛破例要求银行，如果民众若要申请较慢缴卡费，但是如果必须要定期使用信用卡来缴水电的费用，银行就必须要让民众继续使用信用卡，才袂影响到民众正常的生活。